大家係咪考慮緊買屋或者賣屋呢？係咪啲細路仔已經搬晒出去？間屋太大，或者間屋係唔夠用？你哋係咪對於市場感到焦慮？諗下而家係咪一個好嘅時機？等我同你哋大家分析一下先吓。對於買家嚟講咧，確實係一個非常好嘅時機。點解啊？因為利率咧已經降到好低，咁而且市場上面嘅供應亦都好多。咁係非常之適合買家嘅選擇，仲有咧殺價比較容易，而家減價空間咧係非常有利於買家嘅。如果作為一個賣家嚟講咧，雖然賣樓咧就冇以前咁快啦，咁但係嚟講咧，如果一個精準嘅報價同埋一個好嘅 staging，去到一個好嘅策略去推廣你嘅樓盤嘅話，依然係可以賣得好好嘅價錢嘅。其實咧，無論買家同賣家都冇一個話最完美嘅時機嘅，只係邊一個時機係最適合你嘅。如果你對市場有焦慮嘅話，或者你想傾下嘅話，歡迎你打電話俾我啊，微信俾我啊，或者喺下邊個 link 嗰度，大家約一個時間，大家傾下。好啦，今期拜拜。